来继续来看大问题，因为油脂积水甲输尿管结石，昨到台北病院来开刀，顺势住院观察一天。伊的太太陈培琪一透早嘛到病院来关心，法院日前裁定继续收押大问题2个月。民众党立法院党团的主任陈智涵证实，讲律师团已经提出控告，而且要来提出到柑仔、柯志如来回机票的记录。要来证明柑仔并无逃亡的意图，更加毋是大问题唆使伊出国的。黑姐还好吗？不知道啊，今天去看一下吧。一个落车操心白白的表情，大问题的太太陈培琪透早来到台北病院，面对媒体问话，拢摇头讲，唔知影大问题今嘛人安怎？出门的状况还好吗？不好意思，伫病院内底停留超40分钟后，陈培琪离开时无回报区，和那大问题传出油脂积水含输尿管结石，一日前介护到病院开刀，要来病院时，伊两蕊目睭含糊，头毛白洗洗，人看起来稀累累，嘛遵照医生的指示。住院观察。柯文哲在台北医院的戒护病房住了1个晚上，预计由医生评估状况无虞，就会出院来还押北所。而柯文哲律师团已经针对延押裁定提出抗告。北院进前裁定，大问题公款有倒空未证的记录，继续裁定押2个月。民众党讲不满法官的裁定，林义党团主任陈智涵嘛伫咧节目顶讲，律师团控告掌握新证据。橘子的出国跟柯 P 根本没有关系，而且我跟大家说，律师找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。橘子有买回程机票。根据了解，律师团提出柑仔柯志如并是逃亡的关键证据。去年8月27日，柯志如倒来台湾了后，8月28去看去考，8月29就随搁飞登去到日本。大问题律师团提出柑仔买是来回机票，并无逃亡。大问题嘛无叫伊去走路。不过，大问题叫羁押要7个月，最近10天内已经介护互医生看4摆，巴索回行个按医疗规划，拢会遵照病院安排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